28歲呢年，我係盛苑集團華東區銷售部最年輕嘅資深項目經理，手上揸住一個100億級別嘅城市更新項目。喺行內，其他人對我嘅評價係穩、準、狠，一部冇感情嘅談判機器。但我萬萬估唔到，我呢部機器有一日會因為一個啱啱畢業嘅女大學生徹底短路。嗰個係8月初嘅一個星期一，華東區銷售部迎嚟咗今年嘅校招新人。我嘅頂頭上司銷售總監張磊帶住一個女仔行到我個位前面。江燁，呢個係新嚟嘅實習生沈星耀，你手上個舊改項目唔係正缺人手咩？小沈名校畢業，質素唔錯，你好好帶下佢。張磊笑到一臉學氣，但我太清楚佢鏡片後面個雙眼裏面藏住嘅算計。我手上呢個100億項目一落實，華東區副總個位非我莫屬。張磊嫉妒我功高蓋主，呢段時間冇少搞小動作，而家塞個毫無經驗嘅應屆生俾我，名義上係幫手，實際上就係俾個負累我，搞分我心。我停低靠緊鍵盤嘅手，抬起眼打量咗一下面前嘅女仔，20出頭嘅年紀，住一套睇落似係快消品牌嘅基蘇款白恤衫同黑色包臀裙，腳上甚至踩住一對平價嘅帆布鞋。素顏，皮膚白淨，一雙眼又大又明亮，透住一股清澈嘅愚蠢。江經理好，我係沈星耀，以後請多多指教。佢開口，聲音軟糯清甜，就好似江南水鄉啱啱蒸出嚟嘅糯米糕。我喺心入面冷笑咗一聲，呢種嬌滴滴，講嘢聲線軟綿綿嘅小妹妹，喺盛苑呢種食人唔曾骨嘅銷售部捱唔過3個月。大家私底下都心照不宣，呢個估計又係邊個高管託關係塞入嚟混履歷嘅花瓶，指教就講唔上。我呢個人對工作要求高，受唔住委屈就趁早調職。我語氣冷淡，隨手指咗指旁邊堆積如山嘅資料，將呢半年嘅中小客戶意向表錄入系統。下真跟我出去見個客好嘅江經理，佢冇任何唔開心，好乖巧咁抱住啲資料去咗旁邊個位。下真要見嘅客係一間建材公司嘅黃總，呢個人係出咗名嘅老油條，手上揸住幾百平米嘅散租需求，卻恃住自己係地頭蟲，各種擺款，唔單止要將個價壓到最低，仲要好多附送條款。我本來打算今日直接俾最後通牒佢，成同唔成都不再同佢耗時間。到咗茶樓，黃總果然又開始耍太極。姜老弟，唔係老哥我唔俾面你，實在係你哋盛苑呢個招商價格太唔貼地啦。旁邊嗰間恒大地產可係俾咗個8折我。黃總吐出一口煙圈，眼神輕蔑。我正準備開口用數據拍死佢，坐喺我旁邊一直默默斟茶嘅沈星耀突然輕聲細語咁插咗句嘴：黃總，您食緊嘅係正宗嘅高希霸雪茄瓜，聽講呢隻煙對濕度要求極高，睇嚟您係一個極其講究生活品質嘅人。黃總一愣，顯然估唔到呢個睇落似中學生嘅小丫頭識雪茄，面色稍為緩和咗啲。哇，小妹妹都識呢啲。沈星耀抿嘴一笑，將茶杯輕輕推到佢面前，略懂少少。其實買雪茄同揀鋪位係同一個道理。旁邊嗰個樓盤確實平，但佢哋嘅動線設計存在死角，客流導入率唔夠我哋盛苑嘅60%。能做嘅係高端建材。如果將間鋪開喺一個客流入唔到、檔次拉唔起嘅地方，就好似將高希霸擺咗喺乾燥嘅櫃桶入面，再好嘅嘢味道都壞啦。您話係咪？佢呢番話切入點極其巧妙，既捧咗對方，又踩咗競品。最關鍵嘅係佢精準咁捉住咗黃總作為一個討大款、急於彰顯高端品味嘅心理。黃總愣住咗，手上支雪茄都唔記得食。沈星耀冇停頓，順勢從袋入面攞出一份早就準備好嘅對比分析表，雙手遞過去。黃總，呢份係我中午為你做嘅2間商鋪嘅平效預估。雖然我哋單價高，但預計為您帶嚟嘅高淨值客戶轉化率係競品嘅3倍。我哋唔單止係賣緊鋪位，更係喺度為你篩選圈層。我喺旁邊睇住，心入面嘅震驚就好似海嘯咁。呢份分析表我根本冇安排佢做，
佢僅真係喺上真整理資料嘅空隙，就捉住咗呢個客嘅核心痛點，而且做足咗功課。10分鐘後，黃總喺合約上簽咗字，當場俾咗訂金。呢個係銷售部呢個月第一個零散招商單。返到公司，沈星耀直接登頂咗同期實習生嘅 top sales。我望住佢坐喺位上面，一邊揉住酸痛嘅手腕，一邊繼續核對數據。忽然意識到張女今次可能失算啦。佢以為塞咗個花瓶俾我，卻唔知道呢個花瓶入面裝住嘅係一把殺人唔見血嘅利刃。我對呢個外表圓萌、實則分寸感極強、業務嗅覺敏銳嘅女仔產生咗一絲探究嘅興趣。但呢種興趣好快喺幾日後嘅一個深夜變成咗一種我講唔清道唔明嘅責任感。嗰晚我加班到差唔多凌晨1點，處理完100億項目嘅前期規劃案，揸車返屋企。我嘅公寓喺市中心嘅高檔屋苑，環境幽靜。就喺我將架車踩入屋苑附近條街嗰陣，我瞥見街角嘅24小時便利店門口踎住一個熟悉嘅身影。盛夏嘅深夜，晚風已經帶咗啲涼意。沈星耀住一件單薄嘅真色衫，旁邊放住一個巨大嘅粉紅色行李箱，成個人縮埋一嚿，好似一隻俾人遺棄嘅小貓，正盯住地下啲某人發呆。我將車停喺路邊，拉低車窗氹咗下車安，佢嚇咗一跳，抬起頭見到係我，眼眶瞬間紅晒，但立刻又倔強咁扭過頭去，用手背飛快咁畫咗一下眼睛。大半夜唔返屋企，喺度體驗生活。我推開車門行過去，皺住眉頭望住佢。江經理，佢企起身，大概係踎得太耐腳皮，行差踏錯咗一下先企得穩。佢低住頭，聲音入面帶住濃濃嘅鼻音。我俾包租公趕咗出嚟。細問之下，我先知佢為咗返工近，喺呢個舊屋苑租咗個單人房。結果無良包租公見佢係個啱啱畢業嘅女仔好蝦，突然要求租金加倍。佢據理力爭，包租公唔單止破口大罵，仲趁佢夜晚加班，直接將佢啲行李掟咗出門口，換埋門鎖。我身上嘅現金同卡入面嘅餘額，交咗押1付3嘅租金之後，唔夠去住長期酒店啦。太夜啦，我都唔想麻煩朋友。佢吸咗吸鼻，努力擠出一個笑容。冇事，我等天光再去揾地產經紀。我睇住佢故作堅強嘅樣，心入面某條弦好似俾人輕輕撥動咗一下。喺職場上大殺四方嘅小狼狗，喺生活入面居然係個連自己都照顧唔好嘅小可憐。我本來係個極度怕麻煩嘅人，單身獨居多年，領地意識極強。但此刻望住佢俾夜風吹到微微發抖嘅膊頭，我嘆咗口氣。上車下咩？聽朝8點仲要開項目碰頭會，你打算喺度踎到天光，然後頂住個熊貓眼去公司影衰我？我一把拎起佢個行李箱，掟咗入車尾箱。佢乖乖咁坐上咗副駕，一路上緊張到連呼吸都放得好輕。到咗我屋企，我開門氹着玄關盞燈。呢度係一套1200收嘅大兩房，裝修係極簡嘅黑白灰風格。你先喺梳化坐陣，我去幫你執間客房。我講住行向客房，推開門，我自己都愣住咗。呢段時間為咗嗰個100億項目，我幾乎將客房變成咗資料室。床上面、地下堆滿咗各種圖紙、標書同建築模型，連個落腳嘅位都冇。又想喺半夜執翻出嚟，根本冇可能。我退返出嚟，望住坐喺梳化上拘謹到好似小學生嘅沈星耀，佢正靜靜雞打量住我間屋，眼神入面透住疲憊。可房暫時住唔到，我開口。佢立刻企咗起身，肉眼可見咁慌亂。冇關係，我瞓梳化就得，或者我都係去附近嘅快捷酒店頂一晚。你瞓主人房。我打斷佢，轉身行入主人房，將我嘅枕頭同薄被抱咗出嚟。我去瞓客房張隻床。呢幾日你先住住先，等揾到合適嘅屋再搬。咁點得？佢驚恐咁擺手，嗰張係你張床，我唔中意廢話。沈星耀，我攞出上司嘅威嚴，黑起塊面望住佢。佢咬咗咬下唇，眼入面嘅感激幾乎要滿溢出嚟。佢突然朝我鞠咗個躬，多謝江經理，你放心，
我絕唔白住，我一定會承擔所有家務，仲會按市價補交租金嘅。我望住佢信誓旦旦嘅樣，只覺得好笑，隨便佢啦，反正都係幾日。然而，我太低估咗沈星瑤喺生活方面嘅破壞力。同居生活嘅第一日，我就深刻體會到咩叫十指不沾陽春水。朝早我俾一陣刺鼻嘅煙味驚醒，衝出客房，只見廚房入面濃煙滾滾，沈星瑤住我件寬大 T 恤，正揸住隻鑊砧喺平底鑊前面手忙腳亂咁冒騰。你搞緊咩？我衝過去熄微機，開抽油煙機。我想幫你煎隻蛋當早餐，報答你嘅收留之恩。佢灰頭土臉咁望住鑊入面嗰個已經碳化嘅黑色不明物體，委屈巴巴咁講，但係佢好似公咗。我游咗游突突直跳嘅太陽穴，你以前未煮過飯？煮過。佢理直氣壯，我喺外國留學嗰陣，經常浸杯麵嘅。我深吸一口氣，將佢推出去廚房去洗面刷牙，我嚟煮。嗰日朝早，我呢個百億項目嘅操盤手認命咁幫上圍裙，整咗2碗蔥油拌麵。佢食到頭都唔抬，連湯都飲得乾乾淨淨，仲運起手指公讚我係米芝蓮大廚。呢個只係個開始。第二日，佢為咗表現自己嘅家務能力，主動請請洗衫。結果佢將我一件幾千蚊嘅高定商務白恤衫，同佢一條甩色嘅紅裙訂咗埋一齊。望住嗰件變成咗橙粉紅色嘅恤衫，我陷入咗長久嘅沉默。第3日，佢自告奮勇拖地，結果清潔劑倒得太多，成個客廳塊地滑到好似溜冰場咁。我啱啱行出房就濕到4腳朝天，佢為咗扶我，都結結實實咁砸咗喺我身上。嗰一刻，屬於女仔特有嘅馨香滿滿我滿懷。佢柔軟嘅身體緊貼住我，溫熱嘅呼吸打喺我嘅頸窩，我哋2個都僵住咗。對唔住。佢手忙腳亂咁爬起身，面紅到好似個熟透嘅番茄。我前咳咗一聲，掩飾住狂跳緊嘅心臟。沈星瑤，為咗我嘅生命財產安全，由今日起，廚房同洗衣機你禁止掂，家務我全包，你負責食就得啦。咁點好意思？佢細聲嘟囔，當係項目提成。我冇好氣咁講，於是原本打算俾佢分擔家務抵租金嘅計劃徹底破產。我活脫脫成咗一個帶薪服侍實習生嘅老豆。周末，我揸車載佢去超級市場採購生活用品。呢個丫頭一入超市就好似脫韁野馬，尤其係喺零食區，對眼發光，對腳都移唔喐啦。薯片、辣條、啫喱，呢啲都係垃圾食物，全部都係防腐劑同反式脂肪酸。我推住手推車，望住佢將嗰啲花花綠綠嘅包裝掟入去，冷酷咁批判。佢抱住一包超大號嘅薯片，可憐巴巴咁望住我。江經理，人生已經好苦啦，就俾我食少少甜嘢啦。我保證食完一定好好睇百億項目嘅資料。我望住佢嗰雙水汪汪嘅眼，心入面嘆咗口氣，表面上卻唔顯露，淨係准攞3包。好嚟，佢歡天喜地咁跑去攞佢等咗好耐嘅進口朱古力。望住佢嘅背影，我嘴角忍唔住上揚。其實我並唔係真係覺得佢係個負累，喺雞飛狗走嘅日常同居入面，我都睇到佢另一面。每日夜晚，無論日頭有幾攰，佢都會喺客廳將餐台上開夜車。佢將百億項目嗰幾百頁規劃書翻到走晒邊，上面密密麻麻咁做滿咗筆記。佢甚至建立咗一個客戶數據庫，連每個合作方負責人嘅飲食禁忌、家庭背景，甚至高爾夫差點都記得一清二楚。喺呢個嬌憨笨拙嘅外表下，藏住一股極其可怕嘅嚴謹同野心。佢就好似一塊璞玉，正喺度以驚人嘅速度吸收緊所有商業知識。而佢真正令我刮目相看，係喺百億項目遇到生死危機嗰日，嗰個舊改項目係盛遠集團今年嘅重頭戲，涉及市中心大片舊廠房嘅拆遷同重新規劃。我哋最大嘅合作方係本地嘅地產巨頭天元集團。天元嘅對接負責人陳總係個出咗名難纏嘅角色，唔單止胃口大，而且極其強勢。近期項目推進到咗最關鍵嘅利益分配環節，陳總砌住地塊優勢，突然獅子開大口，
要求將佢哋嘅商業運營收益分成提高10個點，否則就終止合作。如果應承佢，聖院嘅利潤將會被極大壓縮，甚至面臨虧損。如果唔應承，項目一停滯，前期嗰10幾億投入將會全部見財化水。總監張磊帶住幾個老 sales 去咗2次，都俾陳總連消帶打咁鬧咗返嚟，急到好似熱臘上嘅茅野。眼見項目要黃，高層俾張磊下咗死命令，3日內必須拿下。張磊走投無路，將呢個倉守山預定咗俾我。江兒，呢個項目一直係你跟開，陳總嗰邊你去搞掂，搞唔掂你同我都要執包袱走人。我心知呢，搶係硬仗，準備單刀赴會。沈星耀喺寫字樓攔住咗我，江經理帶埋我一齊去啦。呢啲唔係玩煮飯仔，陳總嗰個人好難對付，隨時會反面。我皺住眉頭，我知佢直視住我雙眼，目光堅定到令人無法拒絕。我睇過佢過去5年嘅所有談判記錄，佢係個極其注重沉沒成本嘅人。帶埋我，可能我幫到手。我猶豫咗片刻，最終點咗點頭。夜晚嘅飯局安排喺一間頂級嘅私人會所，陳總帶住幾個助手，大模大樣咁坐喺主位上，態度極其傲慢。經理，廢話就唔好講啦。10個點，少1分呢份合約都簽唔落去。你哋聖院唔做，後面大把人排隊想接盤。陳總一上嚟就俾咗個下馬威。我穩住心神，試圖用數據同佢講道理。陳總，10個點已經超出咗我哋嘅成本底線。如果您願意各退一步，我哋可以喺周邊配套嘅綠化同公共設施上，唔好攞呢啲虛無縹緲嘅嘢嚟敷衍我。陳總唔耐煩咁打斷我就睇重真金白銀，氣氛瞬間降至冰點。就喺呢個時候，沈星耀企咗起身，佢端起一杯白酒，行到陳總面前，面上帶住從容嘅微笑。陳總，呢杯酒我敬領，唔單止係敬領嘅商業手腕，更係敬領當年喺城南嗰個爛尾樓項目上嘅殺伐果斷。陳總眼神一凛，城南爛尾樓係佢多年前嘅一場豪賭。當時所有人都覺得佢黐咗線，但佢力排眾議，最終硬係將嗰塊地做成咗而家嘅 CBD， 嗰個係佢最引以為傲嘅戰績。小妹妹，恭喜做得唔錯喎。陳總冷笑一聲，卻冇拒絕佢杯酒。沈星耀一飲而盡，面不改色繼續講，陳總要10個點，表面上睇係為咗天元嘅利潤最大化，但實際上據我所知，天元集團下個月就要喺港股準備 IPO 啦。您而家最需要嘅唔係呢區幾個點嘅不確定收益，而係一個能夠立刻對外公布嘅100億級別嘅無瑕疵合作案例，嚟穩住投資人嘅信心。佢話音一落，陳總嘅面色徹底變咗，佢隻手微微一震，酒杯入面嘅酒險些彈出嚟。天元籌備 IPO 屬於絕對嘅商業機密。連我都只係聽到啲風聲，佢係從邊度攞到咁確切嘅消息嘅？沈星耀冇俾佢喘息嘅機會，從袋入面攞出2份文件推到佢面前。陳總，呢個係我為你準備嘅2套備選方案。佢聲音清脆，條理分明。第一套維持原有分成比例不變，但聖院會將項目一期臨街最核心嘅2個黃金鋪位嘅所有權直接劃歸天元名下。呢2個鋪位一見情，保守估值喺3個億以上，而且能夠立刻體現喺你哋嘅資產負債表上，對 IPO 係極大嘅利好。第2套方案，聖院同意增加10個點嘅分成，但喺合約入面會加入對賭協議。如果天元未能喺2年內完成區域招商率80%嘅指標，呢10個點唔單止要嘔翻出嚟，仲要賠償聖院嘅積約金。以目前嘅宏觀經濟形勢，您敢料嗎？一套組合拳打得又準又狠，先係用 IPO 嘅機密拿捏住對方嘅軟肋，跟住殺出誘人嘅蘿蔔，最後再亮出帶血嘅大棒。呢個係何等老辣嘅談判技巧？呢個邊度係一個啱啱畢業嘅實習生？呢個簡直係一個心酸資本運作規則嘅商界老手。飯局嘅走向徹底逆轉。陳總仔細睇完咗第1套方案，沉默咗良久，突然哈哈大笑，
好一個盛縣，江老弟，你帶出嚟嘅兵真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啊！陳總端起酒杯，就按第一套方案辦，嗰2個黃金鋪位我要啦。行出私人會所嗰陣，已經係深夜11點，夜風一吹，頭先喺酒桌上連飲咗3杯白酒嘅沈星堯突然行差踏錯咗一下，扶住咗路邊棵樹，冇事嘛？我快步走過去，扶住佢嘅膊頭，冇事，就係有啲暈暈地。佢抬起頭，面龐因為酒精泛住一層迷人嘅紅暈，對眼亮晶晶咁望住我。江經理，我今日表現成點？冇影衰你啩？望住佢呢副求表揚嘅模樣，我心入面湧起一股難以名狀嘅情緒，有震驚，有欣賞，但更多嘅係一種連我自己都冇察覺到嘅心痛。表現得好好，我除低西裝外套，披喺佢單薄嘅膊頭上。沈星堯，你到底係個咩人？佢愣咗一下，隨即調皮咁眨咗眨眼。我咪就係個想努力揾錢，唔想俾包租公趕出嚟嘅小實習生咯。我冇再追問，從嗰日開始，我徹底改變咗對佢嘅睇法。我唔再將佢當成一個需要保護嘅下屬，而係將佢當作咗可以並肩作戰嘅戰友。我開始將100億項目嘅核心對接工作逐步向佢開放，而佢都從來冇令我失望過。轉眼間，沈星堯實習滿1個月啦。出糧嗰日，佢激動到好似攞到糖嘅細路咁。放工之後，佢死咕拉住我去咗市中心一間高檔餐廳，叫咗一大台餸。江經理，呢份係我人生中賺到嘅第一筆正式人工，今日我請客，想食咩隨便叫。佢豪氣幹雲咁拍咗拍心口，跟住又從袋入面偷出一個厚厚嘅信封，遞俾我。呢個係咩？我挑咗挑眉。呢個月嘅租，仲有呢1個月嘅伙食費。佢認真咁講，雖然唔多，但呢個係我按照市價計出嚟嘅。親兄弟明算賬，我唔可以一直白食白住你嘅。我望住嗰個信封，心入面有啲納悶。佢呢個係急住同我劃清界線。我冇接嗰個信封，只係端起水杯飲咗一啖，擺低先啦，就當係你今次拿下陳總項目嘅獎金。我唔缺呢小錢。唔得，一單還一單，再囉嗦聽日就同我搬出去。我特登擗起塊面，佢立刻收聲，委屈咁將個信封收返埋，然後細聲嘟囔：唔收就唔收，惡咩啫？最多食完飯我請你睇戲。嗰晚我哋去睇咗一部最近好 hit 嘅愛情片。套戲講咗咩？我完全冇睇入腦，我嘅餘光全部喺旁邊嗰個抱住爆谷桶，睇到一時喊一時笑嘅女仔身上。散場嗰陣已經係夜晚10點幾，啱啱行出商場大門，天公不作美，突然落起咗傾盆大雨，我哋都冇帶遮，只能夠逼喺商場出面一個巴士站牌下面避雨。狂風夾雜住雨絲斜打過嚟，溫度驟降。沈星堯住一條冇袖嘅連身裙，俾冷風吹到微微發抖，抱住雙臂向站牌內刮縮咗縮。我望住佢單薄嘅膊頭，幾乎係下意識咁除低身上件風褸，從背後披咗喺佢身上。佢裙身一僵，轉過頭望我，我冇退開，而係上前一步，企咗喺佢身一，用我嘅身體幫佢擋住咗風雨吹嚟嘅方向。巴士站嘅光線昏暗，街燈嘅光暈喺雨幕入面暈染出一片朦朧嘅暖黃色。佢抬頭望住我，距離近到我能夠睇清佢眼睫毛上沾住嘅細碎雨珠，嗰雙眼亮得驚人，好似裝滿咗成個夏夜嘅星光。空氣入面彌漫住雨水打濕泥土嘅腥氣，但喺我哋之間卻有一種極其曖昧嘅氣氛喺度悄然發酵。我能清晰咁聽到自己胸腔入面嗰把逐漸失去控制嘅心跳聲。姜義，佢第一次冇叫我江經理，而係連名帶姓咁叫咗我個名，聲音輕到好似一聲嘆息。我喉結滾咗滾，你件衫好暖。佢低低頭，手指緊緊抓住風源嘅邊緣。雨勢慢慢細咗，我哋截咗架的士返到屋企，兩個人都淋咗半邊身雨。入屋後，我從浴室攞咗條乾毛巾遞俾佢，快啲抹下，唔好冷親。佢接過毛巾嘅瞬間，
手指不經意間觸碰到咗我嘅指尖，嗰一點微涼嘅觸感，卻好似一道電流，瞬間擊穿咗我嘅理智。我猛咁反手握住咗佢隻手，佢抬起頭，錯愕咁望住我，呼吸有啲急促。我望住佢微微張開嘅紅唇，腦入面嗰條名為理智嘅弦，啪一聲斷咗。我憤憤低低頭，想靠近嗰份柔軟，叮神神。就喺我嘅嘴唇離佢只有幾厘米嘅時候，我擺喺茶几上嘅電話突然發癲咁響咗起嚟，曖昧嘅粉紅色泡泡瞬間破滅。沈星耀好似受精嘅兔仔咁猛咁抽回手，結結巴巴咁講：我去沖涼啦，然後落荒而逃。我暗鬧咗一聲，抓起電話，係總監張磊打嚟嘅。江奕，你馬上嚟公司一趟，出大件事啦！電話嗰頭，張磊嘅聲音聽落充滿咗憤怒，但如果仔細聽，仲能聽出一絲掩飾唔住嘅興奮。我嘅直覺話俾我知，出事啦！當我趕到公司嗰陣，會議室入面已經坐滿咗人，除咗張磊，仲有公司嘅法務、HR 總監，甚至仲有華東區嘅區總，氣氛也熱到令人窒息。江義，你自己睇下你做嘅好事。張磊見我入嚟，直接將一疊文件狠狠咁掟喺會議台上。我拎起文件掃咗一眼，心臟猛咁一沉。嗰份係100億項目，最終要提交俾集團總部嘅核心報價單。但喺我睇到嗰一頁上，關鍵嘅成本利潤率俾人惡意篡改咗。按照呢個報價，盛遠唔單止賺唔到錢，仲要倒賠入去幾個億。最攞命嘅係，合作方天元集團已經收到咗呢份報錯嘅電郵，陳總震怒，認為盛遠喺度玩弄佢哋，直接發咗終止合作嘅律師信嚟。呢個冇可能。我厲聲講道，我最後一次核對數據係喺尋日下真，利潤率絕對係冇問題嘅。呢份文件俾人動過手腳，江奕死到臨頭你仲死撐。張磊冷笑連連，又並出幾張紙，呢個係 IT 部調出嚟嘅後台操作日子，尋晚10點係用你嘅員工號碼同密碼登入系統，修改咗呢份文件。仲有呢，封電郵都係由你個公司郵箱發出去嘅。唔單止咁，張磊環視四周，扯高咗把聲，我哋仲查到你私底下同天元集團嘅競爭對手宏信地產有過接觸。你嘅私人戶口上面，尋日突然多出咗100萬來歷不明嘅轉賬。江奕，你為咗食2家茶禮，居然咁攞公司嘅100億項目當兒戲。我猶如當頭棒喝，呢個係個局，一個徹頭徹尾嘅死局。張磊一早就算計好晒一切，佢知呢個項目一成功，我就會取代佢，所以佢索性毀咗個項目，將所有罪責推落我身上。我嘅賬號密碼平時只有佢同項目組嘅核心成員知，嗰筆100萬嘅轉賬絕對係有人偽造咗流水或者惡意打款。張磊，你含血噴人，嗰筆錢我根本唔知係點回事，你偽造證據陷害我，我怒視住佢，係咪陷害？去同差佬講啦。張磊轉頭望上區總，李總，江義呢種行為已經構成咗嚴重嘅職務犯罪，我建議立刻開除並移交警方處理。區總眉頭緊鎖，望住嗰一堆鐵證，最終嘆咗口氣。江日，公司對你好失望，由而家起，你正式被解僱，法務部會跟進追究你嘅法律責任。好你啲嘢，表啦，百口莫辯。喺絕對嘅權力傾覆同精心編織嘅偽證面前，我任何嘅辯解都顯得蒼白無力。我扯喺原地望住張磊嗰張小人得志嘅嘴臉，只覺得一陣心灰意冷。呢個就係我賣命咗5年嘅公司，呢個就係職場。就喺我準備轉身離開嘅時候，會議室道門突然俾人推開咗。等陣，沈星瑤氣喘吁吁咁企喺門口，佢顯然係啱啱由屋企趕過嚟，頭髮仲有啲凌亂，但眼神卻異常銳利。你哋唔可以開除江毅，文件唔係佢改嘅。佢大步走去會議台前。沈星瑤，你一個小小嘅實習生，呢度有你出聲嘅份咩？出去！張磊怒斥道。我作為呢個項目嘅參與者，當然有權發言。沈星瑤毫不畏懼咁迎上張磊嘅目光。呢份報價單嘅邏輯存在明顯漏洞，如果係江經理改嘅，
佢冇可能留低咁低級嘅錯誤。而且順晚10點，江經理同我一齊睇緊戲，佢根本冇時間登入系統。嗰筆轉賬更加係無稽之談，銀行嘅流水係可以查出打款方源頭嘅，你哋點解唔查清楚就定罪？佢字字珠璣，熱地有聲。張禮面色變咗變，隨即冷笑起嚟，哇！呢度做緊邊出戲啊？點啊？你一個黃毛丫頭，要替你嘅頂頭上司頂罪？我聽講你最近一直住喺江瑩屋企，孤男寡女，你哋兩個係咩關係？公司入面邊個唔知？我睇呢單修改文件嘅事，話唔定就係你哋兩個串通一氣做嘅。你亂金24，沈星有激到面都紅晒。夠啦！區總唔耐煩咁拍咗拍張台，既然你沈星有非要搞禍入嚟，咁就一齊開除。保安將呢兩個人趕出去。我一把將沈星耀拉到身後，冷冷咁望住張禮。張禮，你記住，多行不義必自敗。我哋走。我拉住沈星耀，頭都唔回咁行出咗盛苑集團嘅大廈。凌晨2點嘅街道，空蕩而清冷。我抱住屬於我嘅紙箱，企喺大廈前面，突然覺得無比疲倦。我奮鬥咗5年嘅心血，喺一夜之間化為烏有，甚至仲孭上咗職務犯罪嘅黑鑊。江毅、沈星耀企喺我身邊，望住我落寞嘅握鏈，眼眶紅紅嘅。對唔住，連累你啦。我苦笑咗一下，你先啱啱轉正，就因為我冇咗份工。佢咬住嘴唇，眼底閃過一絲複雜嘅情緒。佢突然深吸咗一氣，好似做出咗某種極其重大嘅決定，攞出電話撥通咗一個號碼。電話響咗2聲就俾人接起咗，嗰邊傳嚟一個威嚴中帶住少少睡意嘅中年男人聲音：喂，悠悠，咁夜做咩打電話過嚟？沈星耀望住我，對住電話嗰頭，劈頭蓋臉就係一句：老豆，你老糊塗啦！盛苑嗰個100億項目唯一嘅操盤手，你都敢俾手下嘅人開除？我暈聲，猛咁僵喺原地，手入面嘅紙箱爭啲跌落地下。老豆，盛苑。電話嗰頭嘅男人顯然俾人鬧懵咗，愣咗幾秒先反應過嚟，聲音立刻變得嚴肅無比。出咩事啦？你唔係喺華東區分公司體驗生活咩？邊個俾人開除咗？你快啲派人查下華東區銷售部嘅張禮，佢偽造文件，陷害忠良，仲將我同江日一齊開除埋。呢間破公司，你如果再唔理，聽日就可以宣布破產啦。沈星耀嬲爆爆咁講完，直接收咗線。佢轉過頭望住已經石化咗嘅我，你叫邊個做老豆？我艱難咁揾翻自己把聲，覺得成個世界都喺度旋轉。沈振邦，星源集團董事長，佢心虛咁摸咗摸鼻，聲音又變返嗰種軟綿綿嘅調子。江日，對唔住，我唔係特登瞞住你嘅。其實我係沈振邦嘅獨生女。我企喺街燈下，望住眼前呢個住住平價裙，將我件粉紅色恤衫洗爛，連煎蛋都會燒咗個廚房嘅女仔，只覺得一陣眩暈。我以為我執返一個無家可歸嘅小可憐實習生。搞咗半日，我頂你收留嘅係微服出巡嘅黃太女。第二日朝早，華東區分公司嘅大廈前面，3架黑色嘅邁巴赫穩穩停低。盛苑集團董事長沈振邦帶住集團總部嘅法務團隊同審計團隊，親自空降華東區。懲監分公司瞬間炸開咗閘，所有人被緊急召集到1號大會議室。張禮同區總企喺最前面，滿臉堆笑咁迎接住董事長，仲以為係總部嚟視察100億項目。沈董，您點解親自嚟咗？張禮點頭下腰咁上前。沈振邦黑起塊面，望都冇望佢一眼，大步走到主位坐低。就喺呢個時候，會議室道門再次俾人推開，我跟喺沈星耀嘅身後行咗入嚟。今日嘅沈星耀冇着嗰啲平價嘅基數款，佢換上咗一套剪裁極其合身嘅高定黑色職業套裝，踩住7厘米嘅紅底高踭鞋，長髮利落咁盤起，褪去咗嗰層軟蒙偽裝嘅佢，裙身上下散發住屬於上位者嘅凌厲氣場。全場嘩然。沈星耀、江日，你哋兩個已經俾人開除咗，
邊個批准你哋入嚟嘅？保安。張莉莉聲喝道：收聲！沈振邦猛咁一拍張台，震到所有人群身一震。佢轉頭望向沈星友，眼神複雜。又有嘢帶嚟未？帶嚟啦。沈星耀行到台前，將一隻 USB 手指插落投影機，報上瞬間出現咗一連串觸目驚心嘅數據同錄音文件。呢啲係張磊近3年嚟利用職務之便，同多間供應商私下簽訂陰陽合同，食回扣嘅銀行流水，總金額高達1500萬。沈星耀點開第一份文件，聲音冰冷而清晰咁回蕩喺會議室入面。張磊嘅面色瞬間變得慘白，對腳開始發震。呢段係尋晚10點，張磊指使 IT 部嘅主管利用系統漏洞竊取江日嘅賬號密碼，篡改8億項目報價單嘅後台操作錄影。呢段係佢私下聯絡宏信地產，企圖將盛遠嘅底牌賣俾對方，仲偽造100萬轉賬記錄，陷害江日嘅電話錄音。隨住沈星耀一分份描出鐵證，張磊徹底崩塌啦。佢斷坐喺張凳度，面如死灰。你到底係邊個？你點會攞到呢啲嘢？張磊顫抖住聲音問：我係邊個？沈星耀冷笑一聲，重新認識一下，我叫沈星耀，盛遠集團董事長沈振邦個女。會議室入面死一般嘅寂靜，所有人都倒抽咗一口涼氣。我之所以隱瞞身份，以實習生嘅名義入嚟，就係因為總部一早就察覺到華東區條數唔清唔楚。我呢一個月日頭跟項目，夜晚核對你哋歷年嘅財務報表。張磊，你真係以為自己做得天衣無縫？原來佢每晚捱夜，唔單止係睇緊項目資料，更係暗中調查昌磊嘅犯罪證據。怪唔知得佢對資本運作咁熟悉，怪唔知得佢能一口講出天元集團嘅 IPO 計劃，因為佢根本就唔係咩小白。佢係從小喺商業帝國入面以魚目染長大嘅千金大小姐，鐵證如山。沈振邦當場宣布將張磊開除，並立刻移交司法機關處理。區總因為監管不力，降職留用。至於江奕，沈振邦望向我，眼神入面多咗一絲讚賞。喺呢個過程入面，你展現出咗極高嘅職業素養同忠誠度。我宣布江奕為復一切職務，並破格提拔為華東區銷售副總，全權執掌百億購改項目。呢場驚天入轉，快到令人唞唔過氣嚟。散會之後，沈星耀跟住我行入咗我嘅新獨立辦公室，閂埋門。佢嗰股女王般嘅氣場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又變返嗰個熟悉嘅小跟班模樣。佢燒住手指，小心翼翼咁望住我。江奕，你嬲啦？我行到佢面前，居高臨下咁望住佢。沈大小姐演技唔錯喎，啲面黐掂核，呵掂醋，仲我幫你做咗1個月保姆。我語氣平淡，聽唔出喜怒。我唔係特登嘅。佢急啦，一把捉住我衫袖。我真係只係想靠自己嘅真本事喺基層立足，唔想俾人貼上董事長個女嘅標籤。至於住你屋企嗰個真係意外，我係真係俾包租公趕咗出嚟，而且我一開始真係唔知你會對我咁好。望住佢焦急解釋嘅模樣，我心入面嗰少少因為俾人隱瞞而產生嘅唔開心，瞬間煙消雲散。我點可能生佢氣？佢單槍匹馬喺泥潭入面搜集證據，喺最危急嘅關頭企出嚟護住我。呢份情誼一早就超越咗普通嘅上下級。我反手握住佢手腕，稍一用力將佢拉入懷中。佢驚呼一聲，昂藏喺我心口。我冇嬲，我低低頭喺佢耳邊輕聲講：但係沈星耀，你欠我嘅租金同保姆費，呢世都要用你呢個人嚟慢慢還啦。佢塊面騰一聲紅透晒，卻反常咁冇推開我，而係將塊面埋入我西裝入面，輕輕我一聲。升任副總之後，我立刻着手整頓銷售部嘅亂象。新官上任3把火，我第一把火就廢除咗張磊時期所有唔合理嘅考核制度同繁文縟節，建立咗一套全流程透明化嘅項目審核機制。第二把火，我將客戶按量職進行精細化分級管理，徹底杜絕咗內部推遞同搶單嘅惡習。而沈星耀
都正式結束咗佢嘅實習生涯，被破格轉正為高級項目經理，並兼任我嘅特別助理。我哋開始咗名正言順嘅雙劍合璧，百億項目嘅進度被重新拉回正軌。日頭，我哋一齊穿梭喺各個會議室，去地盤實地勘測，同各路供應商唇槍舌劍。夜晚，我哋返到嗰個熟悉嘅屋苑，因為佢嫌大別墅太冷清，死高賴喺我公寓唔走。喺客廳張茶幾上對住圖紙討論方案細節，直到深夜。喺工作上，佢展現出咗極其恐怖嘅成長速度。如果話以前佢仲係靠住天賦同理論喺度戰鬥，咁而家喺我嘅引導下，佢已經完全掌握咗實戰中嘅殺伐果斷。喺我哋嘅聯手推動下，天元集團嘅陳總唔單止爽快咁簽咗合約，甚至仲主動將周邊2個原本唔屬於盛縣嘅配套商業項目都交俾我哋打理。短短一個季度，銷售部嘅業績直接翻咗1倍，成個部門一掃之前嘅萎靡之風，面貌煥然一新。我以為事業同愛情都已經步入咗完美嘅正軌，直到顧延壽嘅出現。顧延壽，本地另一間老牌地產巨頭恒基實業嘅少東，典型嘅富二代。自從沈星堯嘅千金身份喺圈子入面傳開之後，呢條友就好似聞到血腥味嘅鯊魚咁湊咗上嚟。起初佢只係送花去分公司，每日99朵厄瓜、多爾玫瑰，高調到成間公司都知。跟住佢開始喺各種場合製造偶遇，甚至直接揾到沈振邦，明裏暗裏咁提出2家進行商業聯姻嘅意向。真正令我火滾嘅係喺個年底嘅行業交流酒會上，嗰日沈星堯作為盛縣華東區嘅代表，着住一身香番式嘅晚裝出席，我作為副總全程陪同。酒會進行到一半，顧延沙端住酒杯，帶住幾個富家子弟，大模大樣咁行咗過嚟。星友，好耐冇見，你今日真係靚。顧延壽冇視咗旁邊嘅我，目光放肆咁喺沈星友身上打量。顧少，請叫我沈經理。沈星友得體而疏離咁向後退咗一步。顧延沙不以為然咁笑咗笑，語氣入面帶住毫不掩飾嘅優越感。星堯，何必咁辛苦呢？女仔人家喺銷售部呢種烏煙瘴氣嘅地方濕頭露面，仲要去地盤食塵，圖咩啫？我已經同你細北提過啦，只要你嫁俾我，2間公司合璧，你以後就係恒基嘅老闆娘，每日行下街做下美容，唔好咩？周圍嘅人都安靜咗落嚟，目光微妙咁喺我哋3人之間游走。我微微眯起雙眼，手指已經捏緊咗酒杯。如果唔係理智克制住，我手上呢杯紅酒已經撲喺佢嗰張自以為是嘅面上啦。未等我發作，沈星堯突然輕笑咗一聲，佢端起一杯香檳，眼神冷厲咁望住顧延壽。顧少，你係咪對女性有咩誤解？咩話？顧延壽愣咗一下，我之所以喺銷售部食塵，係因為我享受將一片廢墟變成城市地標嘅成就感。我之所以拼命做嘢，係因為我想用我自己雙手創造價值，而唔係作為一個附屬品去換取咩老闆娘嘅頭攬。沈星堯嘅聲音唔大，卻字字奉順。我嘅事業，我嘅人生，只能夠由我自己做主。聯姻，唔好意思，你恒基實業，我沈星堯仲睇唔上。而且佢突然轉過頭，當住全場所有大佬嘅面，一把挽住咗我隻手臂。我已經有男朋友啦。佢叫江逸，係盛縣最年輕嘅副總，亦係我見過最優秀嘅男人。顧少，麻煩你以後離我遠少少，我男朋友脾氣唔太好，會呷醋嘅。顧延壽嘅面色瞬間變成咗豬肝色，佢死死咁盯住我，咬牙切齒咁講咗個好字，拂袖而去。全場一片死寂，隨後爆發出嗤斥私語聲。我低頭望住挽住我手臂，好似一隻驕傲小天鵝咁嘅沈星堯，心入面嘅震撼無以復加。佢當眾拒絕咗百億豪門嘅聯姻，將我呢個打工仔推到咗所有人嘅面前，俾咗我最極致嘅偏愛同尊重。酒會結束之後，我哋揸車嚟到江邊嘅觀景台。冬夜嘅江風好凍，我將佢裹入我件大褸入面，從背後緊緊擁抱住佢。今日咁高調，唔驚你老豆削你？
我將下巴擱喺佢頭頂，輕聲問：驚咩？最多我帶埋你私奔咯，反正你會煮飯，餓我唔死。佢靠喺我心口聽住我嘅心跳。江日，其實我今日講嗰啲話唔單止係為咗擊鼓言十，我知，我從小就生活喺沈振邦個女嘅標籤下，所有人都覺得我以後最好嘅出路就係揾一個門當戶對嘅富家子弟聯姻，相夫教子。佢抬起頭望住江面上閃爍嘅霓虹，我唔甘心，我想證明我唔靠我老豆，唔靠聯姻，都能夠喺商界打出屬於我沈星耀嘅一片天。你已經做到啦，我嘅特別助理。我收緊咗手臂，低頭吻咗吻佢個額頭。你係一隻剔，天空先係你嘅極限，而我會永遠做你最堅實嘅後盾。望住佢眼入面閃爍嘅光芒，我愈發堅定咗自己要企喺頂峰，護佢一世周全嘅心意。第二年春天，百億城市更新項目終於排除萬難順利舉辦咗奠基儀式，正式進入全面施工階段。顧賢修喺嗰次酒會之後，雖然仲試圖搞啲小動作，例如話我哋供應商嘅長腳，但喺我同沈星耀嘅聯手反擊下，恒基實業反而食咗個暗虧，佢俾佢老豆一頓臭罵，徹底收斂咗。而沈星耀憑藉喺呢個百億項目中不可替代嘅作用，喺成個地產圈打響咗名氣。而家嘅佢行出去傾生意，人哋叫嘅不再係沈董千金，而係沈總。我亦因為項目嘅成功落實，正式進入咗集團總部嘅視線，被提拔為盛苑集團事業部嘅核心高管。項目奠基儀式當晚，我哋喺地盤個天台上面舉辦咗一場小型嘅內部慶功宴。夜幕降臨，腳下係燈火通明嘅施工現場，巨大嘅天秤喺夜空中飛舞住鋼鐵巨臂。嗰度係呢座城市即將崛起嘅新地標。我端住兩杯香檳，行到一直企喺欄杆邊吹風嘅沈星耀身邊。睇緊咩？我遞俾佢一杯酒，睇緊我哋嘅江山呀。佢眉眼彎彎咁接過酒杯。江日，你覺唔覺得呢一切就好似發夢咁？1年前我仲係個踎喺便利店門口喊嘅倒霉蛋咋。我望住佢俾夜風吹拂嘅長髮，望住佢依然清澈，卻多咗一分堅毅嘅眼眸，心中一片柔軟。我從褲袋入面掏出一個絲絨盒，原款單膝跪低，周圍嘅同事們發出一陣善意嘅驚呼，隨後安靜咗落嚟。沈星耀愣住咗，手上杯香般爭啲倒零。江日，我打開個盒，入面係一隻定製嘅鑽石戒指，冇浮固嘅巨大卡拉，而係由兩粒交織埋一齊嘅鑽石組成，就好似我哋共同完成嘅呢個項目。沈星耀，1年前我執到一個連煎蛋都會炸咗個廚房嘅小麻煩精，但我估唔到呢個小麻煩精唔單止幫我打贏咗商場上嘅硬仗，仲徹底霸佔咗我個心。我仰起頭望住佢雙眼，一字一句咁講得冇比認真。我呢個人把口硬、鹽尖、佔有欲強，但我保證以後屋企啲飯我煮，碗我洗，衫我洗。喺外面你係叱咤風雲嘅沈總，喺屋企你永遠係可以肆無忌憚食垃圾食物嘅小女孩。你願唔願意將你嘅下半世交俾我呢個保姆，同我一齊並肩行落去？佢嘅眼淚奪眶而出。嗰個喺談判桌上能將老狐狸逼到死角嘅沈星耀，此刻卻喊到好似個手足無措嘅細路。佢重重咁點咗點頭，將手伸向我。我願意，但我話俾你知，江奕，薯片以後每次必須要俾我買5包。我笑住幫佢戴上戒指，企起身，一把將佢攬入懷中。晚風微涼，天台上爆發出熱烈嘅歡呼聲。我哋喺人群中十指緊扣，望住腳下嗰片沸騰嘅地盤。嗰個係屬於呢座城市嘅新起點，亦係屬於我同佢並肩同行嘅銘新嘅人生。